健康無價寶，李珍燕做得到。美珍燕老顧客鄭太今年100歲，識寫字，識彈琴，健康長壽。母親節前夕，我哋再次探訪鄭太。佢喺2001年因大腸癌而割咗半條腸，之後仲有輻射後遺症，唔敢出門。自從2002年開始服用美珍燕後，身體慢慢好轉，仲第一次出席美珍燕健康講座，分享經歷，感動全場，成為品牌健康大使。之後，鄭太唔單止可以出門，仲可以去旅遊。佢仲即興彈奏肖邦夜曲歡迎我哋，完全唔似100歲。拎住美珍燕，鄭太笑住講：呢個就係我100歲仲彈到鋼琴嘅秘訣。